弟兄姊妹平安。咱伫讲台头前，佫出来用祈祷，将家己交托伫主的手中，愿意亲自对咱讲话，咱就会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智慧的源头就是你，认捌你就真正聪明。所以，阮伫遮佫一摆要讲，阮有欢喜听的耳孔，也有愿意受教的心。愿你亲自对阮讲话，就阮的性命要得到改变，得到更新。安尼祈祷拢上靠主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，阿免。今仔日是教育主日吼，题目淡薄歹读，叫做核心训练吼。台语有点难念。好，每年的10月第3主日，也就是今仔日吼，是总会所定教会教育事工的奉献主日，伫遮要呼吁所有兄弟、所有同工，咱拢做伙来关心，做伙注意伫教会的教育事工。今仔日也要甲大家分享，就是对今年开始，牧师担任七彩中会的教育部长。即几年，七彩中会的教育部有真侪改变。阮开始用中会做平台，来连接真侪的教会，希望伫一个训练内底、装备内底，会搁较接近教会实际的需要。因为教会是伫宣教无有的第一线，中会爱真做帮站，所以咱会发现几项无共款的代志伫发生。第一就是要顾用圣经的教示来真做基础。来训练、来装备同工，因为主要所讲，恁着完全，亲像恁的天父完全一样。主要所亲自呼召的使徒保罗也安尼讲，恁着爱安尼来教示人，讲咱所有人团基督，用各种的智慧来劝戒、来教示。要互每一个人拢受引带到上帝的面前，互因成做成熟的基督徒。教育是要互基督徒成熟、生命成长、改变、更新、甲扩展。第二，伫即几年的中间，教育部愈来愈将训练的对象来扩大。因为所有同工拢有可能成做中级的筹备，也每一代教会的成长，咱需要筹备搁较侪同工，所以整个的训练活动拢开放，毋是干那中级，嘛毋是干那同工，包括教会的筹备同工，拢欢迎做伙来受装备、受训练。包括儿童主日学嘛是安尼，师资培训伊着开放互家长，开放互遐实际的照顾囡仔，教会的同工，也互即个儿童主日学的培训渐渐转型变做亲师的培训吼，包括就是家长，也包括老师的培训，来扩展受装备的族群。第三，牧师要搁一摆呼吁大家来做伙参与，因为教育通常讲是百年树人的一个工作，伊无遐紧看到成果，但是伊需要真侪的努力，需要一代搁一代的同工，搁一代搁一代的老师甲辅导，真正是委身伫教育事工内底，所以呼吁大家做伙来受训练。也做伙来受操练，互咱会当成做受装备，佮愿意服侍基督徒，也伫奉献甲关心大道内底来关心教会、中会以及总会的教育事工，才着安尼去做永活上帝的教会。咱讲到遮济，咱就搁一摆来想一下，到底基督教育是啥物款的意思？其实，伫教会开始起造的第1世纪，教会就真正注重教育。
主耶稣常常互人讲，伊是一个智慧的老师。这毋是干那伫咱讲基督徒的团体内底安尼讲，伊是一个世界公认的一个形象。耶稣是智慧的老师，耶稣所亲自来呼召、来起造教士的使徒保罗，伊嘛是一个足特别的，伊的装备真正完整。伊毋是干那伫基督教会，伊伫犹太人的团体嘛是受尊重的老师，是一个学者，是一个有装备、有学问的人。也因为安尼，伊会当行出去的范围就超过一般犹太人的范围。伊从教会开始起造伫欧亚非3个大陆，伫地中海沿岸来宣教。也因为安尼，伊会当汇通，无论是犹太，无论是希腊，无论是罗马的文明文化，才会当起造2000年基督教文明的地基。所以，这个人是上帝，是耶稣基督特别呼召，要来起造基督教教会重要。所以，咱通讲基督教教会对起初就真正重视教育，因为耶稣常常伫无共款的所在，伫教示正人，互正人得到成长。第二，咱会发现，其实基督教教育的范围真正宽，毋是咱想象阿到儿童主日学上济到下几学校尔。其实对即个宗教改革进程，信徒的读经运动，到宗教改革以后甲即马，咱讲教理成人的教理的教育，拢伫基督教的范围内底，基督教教育的范围，甚至到近代内底，咱发现基督教教育进入了即个制式的教育系统，就是变做学院。咱常常听到一个字叫做 Christian College， 就是为遮来进入教育系统。甚至到20世纪的下半，咱就发现开始感觉，学师需要训练，毋是干那观念爱改变，学师基卡遐才能拢需要受到训练，所以学师训练嘛进入了基督教教育的系统。过来，伫咱长老教会内底要做中级，咱来知影咱的体制。咱会知影咱的法规，互咱会当更较好来治理教会。所以长老教会教制甲法规也是中级需要了解、需要受装备的。第三，咱会发现，双年教会装备的目标，毋是人人受装备，是透过人人受装备，达到人人服侍。因为咱受装备的目的，毋是停留伫知识的中进尔。咱受装备的目的是，互咱会当勤勉服侍，互咱对信徒诚做门徒，对耶稣的样式来服侍正人。因为主讲，人子来毋是要受人服侍，是要服侍正人，佮放散性命。诚做正人的拯救，所以咱诚做耶稣的门徒，就爱对伊来勤勉服侍。透过咱今年的目标，就是一个人至少有一个服侍，一人一服侍。最后，咱要希望会当突破教会迄个真歹突破的80-20的天花板，就是20%来服侍80%的人，来突破这个天花板，互咱会当诚做人人服侍的教会。这就是双年教会装备的目标，毋是干那人人受装备，搁较重要的是人人拢来服侍。伫遮咱要看见，伫基督教教育内底遮尔重要，咱就要用圣经来诚做基督教教育，也是讲教会教育事工的基础。搁一摆强调圣经，是因为咱若倒来去看到咱的查经班的人数，咱若来倒来看到咱每日亮光的这观看人数，咱会讲感觉真可笑，因为咱的人数。观看人数，敢若咱的人数，
教会人数的15%上济到20%，咱的查经班人数嘛是共款，足少会当有好的突破。但是咱莫袂记，无论时代行到什么程度，圣经永远拢是咱基督教教育教会教育事工的基础。所以咱会发现，伫教会就算是双连教会遮尔有资源的教会内底，咱犹佫伫小看咱的圣经。咱常常有2种小看圣经的过程，一个就是轻免的小看，一个就是笨蛋的小看。安尼讲较直，但是咱来看什么是困免的小看。就是咱常常会讲，哎呀，圣经我看300遍啊啦，毋好阁叫我去上课啊！哎呀，牧师你查经班讲了伤浅，我毋是初信的呢，这叫做困免。若亲像圣经，咱已经熟甲免人教，也熟甲免阁看。另外一种的是，圣经足困难的，我拢看无，所以我无爱看。所以我会当看到家谱就甲跳过，看到婚地就甲跳过，看到起圣殿嘛甲跳过，看到一堆人名算人数嘛甲跳过，最后为创世纪甲启示录拢总跳过，毋是安尼吗？愈来愈无爱看圣经，最后变做小看圣经伫咱的信仰内底。但是圣经真正遮困难，遮无意思，所以咱来跳过、跳过、再跳过吗？脑筋急转弯一下，咱来看几个幕。第一幕就知。第一个问题问大家，请问圣经上长的家谱甲族谱伫倒一卷的圣经内底有啥物特色？咱才读过即卷的圣经哦，还会记哩无？伫耶利米书进前，咱读啥物？请大家转去想一下，上长的族谱、上长的家谱，加一题。请问耶稣家谱内底有几个女性？因有啥物特别的人生的经历？对因人生的经历，咱会当得到啥物款的教示甲真理的学习？真趣味，这伫马太甲大家提醒一下。马太讲到几项个无共款的女性，足趣味、足特别的，因的族群、因的经历，值得咱学习。再加一题，咱讲到婚地吼，咱讲迄些人伫山，些人伫平原，咱拢感觉迄足无意思。但是足趣味，咱讲到利未人，即个专职服侍上帝的族群，请问因所本着的土地有啥物特色？为虾米？就是因分着一寡土地，因袂分另外一块土地，这个土地有啥物特色？然后为虾米分这个土地？咱发现族谱真有意思，隐藏的意义伫内底。分地真有意思，隐藏的意义内底。其实圣经的记载，从来毋是无意义的。圣经的记载从来都有意思，只是咱可能读了也无读，所以咱也未发现这个意思尔。所以无论咱读几摆圣经，咱拢会当搁一摆对圣经的话语去发现以前我哪会无看到这啊？所以牧师即马在写每日亮光的逐字稿。所以牧师即马在录每日亮光，我拢甲家己讲，我拢甲上帝祈祷讲，主啊，你互我即届看，甲顶届无共款。虽然安尼真挑战、真困难，但是就是爱安尼做。所以以身作则，互咱每一届读圣经拢看见无共款的亮光，亲像每日亮光，就咱每日新眼光的读经，甲大家各互相鼓励。但是咱莫袂记哩。圣经是所有神学的基础，咱虽然会感觉老生常谈，但是哪基础的，哪重要，哪袂当欠缺。举一个例就好，咱看见头拄仔讲到2位吼，一个是耶稣，一个是保罗，咱有发现无？耶稣的话真短，看起来拢无啥物歹读的字。但
是伊所教示的，更较接近基本的原则。创造的次序，甲上帝的心意也无有发现无？保罗搁进一步，伊是对于牧养甲宣教的团体无共款的问题甲需要，来做实况化的教示，甲实况化问题的处理。所以耶稣迄个教示，咱会发现伊超越历史、超越时间的限制。会当互咱更较了解生命的本质、上帝的心意。咱莫袂记哩，生命的智慧，伊的次序超过神学的知识。生命的智慧，伊的次序超过神学的知识。佮讲一个咱即马上流行的例啦，吼，叫做核心训练、核心训练，也是今仔日的讲题。咱若年过50，就开始拄着老化的问题。像我嘛，年过50吼，人生下半场。以前咱拢敢若知影叫做即个骨质疏松尔吼，咱就无伊法度，若骨质疏松就疏松啊，伊是不可逆的吼，歹处理。所以咱就甲选了，较细腻就好。但是今年吼，即个医疗的研究发现。雪上加霜，因为毋是干那骨质疏松，咱阁会拄着肌少症，骨头无盖好，肉嘛无盖好，安尼拢毋好。但是感谢上帝，肌少症是多少可逆的，就是咱来当透过训练，咱阁一摆甲咱的即个肌肉训练转来，咱就较袂有肌少症的问题。所以肌少症是一个动态的过程。所以咱拢会讲咱来做核心肌群的训练，核心训练有无？咱会讲爱深蹲，爱棒式。所以咱拢会讲我深蹲一摆拢30个，我棒式拢2分钟。但是咱有想过无？其实咱古早嘛安尼做，迄叫做蹲马步甲伏地挺身。但是咱若讲到蹲马步甲伏地挺身，就无爱。感觉迄是少年时阵做兵时阵惨痛的回忆。但是若讲到棒式甲深蹲，就感觉有对着潮流就对啦。但是其实所有遮基础的训练拢共款，因拢是上基本的，因拢是上重要，因是袂当欠缺。咱嘛爱互咱的圣经正做基督教育、教会教育事工的基本，熟圣经是无法度欠缺。顶面咱才来思考无共款的神学。所以咱爱每日有新眼光，咱每日心爱有新的领受，也互咱所领受的，亲像主耶稣所教示的，怎样领受就照安尼去行，互咱成做一个头脑嘛真聪明，咱的道德的实践嘛真好势的基督徒。今仔日咱所读的第一个圣经，第一位的圣经的箴言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伊讲敬畏上主是知识的根本，愚戆的人藐视智慧甲教示。遮讲的愚戆，毋是头脑无好势。遮讲的愚戆，照犹太人的理解，是一个伫道德内底无感觉，是一个伫道德内底实践无能力的人，就是无良知、无道德感，佫无法度将伊所了解的来甲行出来。即款人，这才是真正的愚戆，因为伊的生命就即款无能为力内底无法度成长。所以，咱来开始进入归教来进入一个全人、全生涯、全方面的基督教教育，互咱的基督教教育，互咱教会的教会事工，毋是干那伫儿童主日学尔，也伫咱生命对少年甲老，咱无论伫倒一款的生涯内底，是咧工作，也是咧退休。
无论是伫知识的中进，也是伫服侍训练，拢得到装备，互咱的灵性会当长命，互咱的心智会当顺服上帝，互咱的骹手会当勤勉做工。尤其咱最近会发现讲，人即个间隔的专人吼，身心灵吼，身体、心灵，甚至是灵性，是互相关联的，毋是分开的。所以咱若身体无好，可能咱的心灵嘛会乱足；咱的灵性若伫这无好势的时阵，咱的身体嘛会感觉真软弱。所以咱的装备毋是干那认知，甚至嘛毋是干那服侍，咱的情绪、咱的情感嘛爱得到装备。所以伫今年有2摆的即个训练内底，5月18即个方面，就是咱甲中会做伙，啥物有甲中会做伙来做团队服侍甲性格管理的服侍。因为咱有发现无？伫团队服侍内底，上大的困苦是性格管理。因为无共款的人要做伙，互相尊重，彼此同甘是真困难的代志。所以咱爱透过情感、性格的管理，来成做一个无破口的团队。就亲像今仔日所读的第2处的圣经，你看在讲到上帝知识，伊连诗篇、连诗歌、连娱乐拢藏落来，因为迄是情感的提升甲成长，毋是干那知识尔，包括咱的情感，拢爱伫装备内底得到提升，得到扩展，所以咱才会当凡事感谢上帝，用感谢的心来服侍甲生活。亲爱的兄弟，请容我分享一段故事。其实，牧师伫读册的过程，袂感觉真困难，因为我毋是一个真聪明的人，但是我是一个好奇爱学习的人，我足爱学新的物仔，所以我伫学习内底有新的物仔通学，拢感觉真趣味。但是我的挑战是，伫我结婚生囝了后，我的小儿子是一个足特别的，我叫非典型另类小孩，所以自细汉就互我袂当理解。伊毋是戆，但是伊脑袋的结构到起码用要20岁，还是妈妈心中极大的谜。伊学习的过程毋是咱一般的方式，但是伊嘛学会 A 就对啦。但是我有几若摆甲景照知识，伊是咱做资深的主日学老师，在讲着阮兜的细汉的后生，我感觉足特别。伊的目睭会闪闪是有光，伊面有笑容，所以我知伊真正疼即个囡仔。伊感觉伊真古锥真趣味，虽然毋是一般的古锥甲一般的趣味，是特别的古锥甲另类的趣味。我感觉伊会欣赏伊，这足无简单的呢。所以我就感觉真感动，因为我看见伊目睭内底的光，我看见伊真正疼这个囡仔。亲爱兄弟，敢毋是安尼？咱的基督教教育对幼儿的教育开始，直到因长大，甚至到因年老，拢也伫受装备。有当时咱伫因细汉的时阵，会感觉哎呀，哪会遮困难？这个囡仔哦，敢若会晓甲卫生纸对厕所的窗户甲牵出去。大概老师伫头前讲甲安尼声嘶力竭，伊伫后壁困甲会寒，这怎样教？但是上帝相信咱，上帝嘛相信因，咱嘛相信因的时阵，就毋知影倒一工伫上帝做工的时阵，因的大汉，因的更新，因的扩展，然后成做教会的牛条，甲教会的未来。亲爱的兄弟，请咱爱会记哩，永远保持会当听的耳甲受教的心，请咱永远拢爱好奇，所以咱会当好好学习。请咱永远拢爱有迄款起初的听，甲起初的热情，甲起初迄个愿意信靠甲顺服的生命态度。就咱
会当一生无论经过偌尼啊侪人生的路站，无论服侍偌尼啊侪个所在，甲偌尼啊侪服侍迄个积分，咱拢会当真正顺服伫主，透过伊的带领甲保守，咱会当超过咱的想象，会当做工伫咱的性命，超过咱的想象。互咱有一天，毋是干那对耶稣基督的性命的分享来得到长大，也伫咱的分享性命内底，亲像圣餐共款，诚做饼甲杯，诚做分享的人，来利益伫别人的性命内底。若咱愿意安尼做，就会亲像主耶稣所讲的，咱听伊的教示，搁去行。就是一个聪明的人，将厝起伫石盘顶，大水来，风吹，落雨，厝袂冲无去，因为厝是起伫耶稣基督真理的石盘顶。做伙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伫阮的生命内底，阮经历遐尔啊侪好的老师辅导伫阮的生命中间，伊遐尔啊听阮，遐尔啊欣赏阮，遐尔啊相信阮，甚至伫阮无法度相信家己的时阵，阮为安尼献上感恩。所以，阮来祝福所有遐听主佮听人的老师佮辅导，愿你加倍加添因的气力佮智慧，伫教导人的路上，也互因甲因的全家得到加倍的福分。主啊，阮也为家己祈祷，互阮一生诚做谦卑受教的人，也诚做怎样听就怎样顺服，佮怎样服侍的人，来互你的心得到欢喜。安尼祈祷拢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门。